老板，算账看我今天一共欠了多少钱？10200。哎，你对账呢？账都不对了，咱俩之间我不想给你毛。这是1万。这200啊？这样呢就不要了。啥意思啊？你这要是小本生意，200元都不要了吗？哎，大哥，今天生意不好干，能就账过就行啊，我都已经很感谢了。再说少挣也挣，来那么演出来。这啥意思啊，兄弟？大哥，不是指望你明年能继续找我生意啊？那你给我弄份黑利，我不出这你不知道不？哈，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忘了，不准你拿啊。哎，哥，生意行不行？好，你也生意兄弟啊，好嘞。